台语歌手周雅文就自这阵令开始呢，就直直互一个新加坡来的歌迷加说了，甚至佮对伊安尼起骹动手。这周雅文未肯定，所以有甲法院来申请着保护令。也毋过12月初3的时阵，周雅文是来到高雄表演，这个歌迷又佮对来到为这桥仔头地检署是照违反保护令，甲法院申请羁押核准。优美的歌声，国在场的民众听甲真入迷。台语歌手周雅文初3来到高雄参加一场公益演唱会，不过伫咧上台进前，周雅文是再次受到这名新加坡籍细老的查某歌迷放刁，讲要来演唱会现场当等机，互周雅文是惊甲赶紧报警，因为这名细老的歌迷用卡电话、寄电子批，甚至跟踪等等，前后骚扰期已经伫边2年的时间。本分局严请于被害人准备上台演出之际，即向刘姓女子出示保护令，告知已违反相关规定。警方按照违反跟踪骚扰防治法，甲细老的歌迷以现行犯逮捕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根据了解，细老的歌迷自112年开始，都用尽各种的方式来调查周雅文的生活。今年2月，佫伫帮轿车头当周雅文，甚至佫对其起骹动手。周雅文才向法院提告申请保护令。细老的歌迷要互法院判刑6个月。这个再次违反保护令，桥仔头地检署表示，被告的行为已经对周雅文的身心造成不良的影响，检方会积极侦办，无必用。讯问后认其有反复实施违反保护令及跟踪骚扰之余及逃亡之余，在114年12月4日向桥头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因为未堪你歌迷登记的骚扰，周雅文强消散落吧。即摆听到细老的歌迷互羁押，周雅文也伫面册打出律师的声明讲，总算会当好好食饭，安心啊困。记者柯家族柯超勇高雄场报道。